歡迎返到嚟遊走英國嘅 YouTube Channel。仲有幾日 Mirror 嘅 Ian 就會喺倫敦開演唱會。今次嘅場地唔係上次 Mirror 嘅 O2，而係倫敦西北面嘅 Wembley 溫布萊裏面嘅 OVO Arena。而且今年6月日本嘅 YOASOBI 都會喺同一個場地開演唱會。除此之外 Blackpink、Coldplay、Oasis 今年都會喺度開 show。如果你買咗飛嘅話，就一定要繼續睇呢條片。我會同大家講下點樣坐車同埋揸車去呢個地方。片尾仲會講埋去呢兩個場地嘅 bag policy， 同埋如果真係帶咗個入唔到場嘅袋，可以去邊度寄存。喺繼續睇片之前，快啲訂閱同埋 like 咗呢條片 ，share 俾朋友睇。想支持我出片嘅話，可以俾翻個 super fans 贊助呢條片，又或者唔好飛廣告，等我收翻少少廣告費。首先介紹一下 Wembley 溫布萊，對睇開英國波嘅球迷嚟講，應該唔會陌生。佢係英格蘭足球國家隊嘅主場。呢個球場可以坐9萬人。Blackpink、Coldplay 同埋 Oasis 就係喺呢個大場開演唱會。而 Ian 陳卓賢同埋 YOASOBI 就喺球場旁邊另一個室內場地 OVO Arena。2023年 RubberBand 同埋方浩文都係喺呢度開演唱會。呢個場地可以坐最多12,500個觀眾，裏面嘅格局我覺得比較似香港嘅 Asia Expo， 都係一個長方形嘅3面台格局。而家呢個就係坐喺地下 B2 段嘅視覺，而呢個就係坐 S6 嘅角度。大家未入場嘅話都可以參考一下。去呢兩個場地最方便係坐 Underground 去 Wembley Park 站，10分鐘內就可以行到去 OVO Arena 同埋球場。Jubilee Line 同埋 Metropolitan Line 都會經呢個站。由 Central London 例如 Waterloo、London Bridge 或者 Canary Wharf 出發都可以坐 Jubilee Line。而由 Euston、King Cross、Liverpool Street 呢啲大火車站去就可以坐 Metropolitan Line。另一邊亦都有 Wembley Stadium 火車站，亦係10分鐘步行距離。佢有火車來回 Oxford 同埋 London Marylebone， 而且遠少少步行20分鐘距離嘅地方就有 Wembley Central 站，有得坐 Underground 嘅 Bakerloo Line， 亦都有 Overground， 仲有火車去 Watford 同埋 Clapham Junction。除咗坐鐵路之外，仲可以揸車去。我覺得如果去 OVO Arena 睇 show， 揸車都 OK， 因為觀眾數量唔多，散場嘅時候唔會塞車塞得太緊要。但係如果去球場睇波或者演唱會，就真係唔建議揸車啦。Wembley 球場同埋 OVO Arena 所在嘅 Wembley Park 有4個停車場，分別係紅、綠、藍、粉紅。怕冇車位嘅話，可以預先 book 定車位。OVO Arena 嘅 Event Parking 係由 16.25 磅起，而球場嘅 Event Parking 就由40磅起。去到 Wembley Park 嘅 website， 揀返你去嘅 event， 例如睇 Ian 就揀返 OVO Arena， 入到去再揀 Ian 演唱會，再揀 car 呢度，入埋車牌同埋俾錢就搞掂。之後佢會 email 返泊車嘅資料俾你，例如泊邊一個停車場。喺 OVO Arena 嘅活動都應該係泊紅色停車場。你可以由活動當日嘅朝早7點泊到第二朝嘅半夜3點。揸車去嘅話，記住喺導航入啱你要去嗰個停車場。一路揸車去嘅時候，就會見到呢個溫布萊球場嘅拱形金屬架。我而家去緊嘅就係紅色多層停車場。落返地下一層行出嚟就係 Outlet， 幾分鐘就去到 OVO Arena， 勁方便。夜晚睇演唱會就梗係要食飽先入場。喺 Wembley Park 呢度有好多唔同嘅餐廳，睇下呢個 website， 碌極都仲未碌到落個底，相信唔難揾到一間你想食嘅餐廳。而且現場仲有 Tesco、Sainsbury、
Amazon Fresh 等等嘅超市，喺現場想補給物資唔太難，但係就記住唔好買太多嘢，諗住拎個大袋入場，因為同 O2 一樣，呢啲場館都有自己嘅 bag policy，例如 OVO Arena 就只可以帶 size 細過40×35×19cm 嘅袋入場，亦唔可以帶飲品入場。而去球場睇波睇 show， 袋嘅 size 就再細啲，只可以帶細過 A4 紙，即係29.7×21×21cm。留意返同 O2 唔同 ，Wembley 係冇官方嘅行李寄存服務，就算嗰度嘅 London Fashion Outlet 都係冇嘅。咁如果你真係有需要帶個大啲嘅袋，甚至行李又唔入得場，你可以試下用呢兩個 app， 佢哋有唔同嘅鋪頭、酒店等等合作，提供行李寄存服務。你只需要去佢哋嘅 website 或者 app 打 Wembley Stadium， 然後佢就會彈邊啲地方有得放行李同埋價錢。預約好日期、時間之後，俾埋錢，到時你去返嗰度就可以。不過 book 嘅時候記住睇清楚開門同埋閂門時間，唔好搞到放低咗個袋，太晏返到去閂咗門拎唔返個袋。希望你睇完呢條片會方便到你下次去 Wembley 睇 show。我就準備開始準備情緒，星期三去睇 Ian 啦。唔知呢度多唔多 Hellos 呢？喺下邊留個言啦。祝各位睇演唱會開心，下次見，拜拜。